台湾面临着高龄化、甲少子化欠工是愈来愈严重，愈来愈侪企业要请中高龄的员工。人力银行的调查嘛有发现到，请中高龄会当维持企业的竞争力，而且今年伊嘛有颁奖予22间予中高龄搁再找到头路的企业。加酒正流量无到1分钟就把汉堡包好，放在餐盘顶予人客。50岁郭先生3年前因为疫情予公司资遣，伫疫情过了，想要搁找头路，不过寄60几份的资料去拢无回应，一直是到人力银行给媒合了，才找到事业的第二春。有一些餐饮门市业，他可能一看到年龄，他可能就先对，所以那时候大概也是求职1个多月，大概也是寄了50-60封吧。对，其实都没有。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发现，这中高龄甲二度就业的劳动人，会当延续企业的竞争力。今年第一遍所举办的优先壮世代雇主奖评审活动，总共22间企业得奖。得奖的理由包括：伫找员工时阵无限年纪，提供教育训练、职务再设计、稳定就业的措施，也个企业文化宣导、青云强势。中高龄的朋友，他是处事圆融，非常的有经验，而且他在店面做一些促销的，跟顾客的相处是比较像朋友，所以他可以自然而然的去服务他的客户。因应中高龄他们的学习的一个状态，我们会有一个叫训练拆解的一个方式，逐一的去培训他过检定，最后他整个工作站就会了。台湾明年将会进入超高龄化社会，再加上少子化造成欠工。劳动部伫今年修法，只要劳雇双方协商，就让延后退休的年纪，无搁再强制65岁退休。所以专家鼓励企业请中高龄的人才，提升劳动参与率，营造友善职场，创造劳资双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